乡亲啊，这个天气小风风，台中的体感温度将近40度。9天民俗技艺团行路环岛也是照常来进行。安尼举着10公斤重的三太子的新春红啊，环岛28天，选手是挂楼3地，这是考验着体力甲耐力。举三太子跳过火盆，9天杯太子极限宽大赛。参加的选手拢真有自信，不过嘛是胆胆，因为真正是有够热。除了多喝水，还是多喝水。选手轮流举10公斤重的三太子，真翕热，一直流汗。台中气温透早有35度，体感温度更加直逼40度，这考验选手的耐力加体力。哦，是有点热，但是可以顺便遮阳，所以是还好。就惊讲选手的调查，主办单位伫三太子的布行顶有通风的设计，同时各用科技海绵，另外有找护理师骑脚踏车对因行，要照顾这选手的身体状况。我们这次很特别的是由龙总的护理长来担任这次的医务人员，他骑着脚踏车会全程的关心小孩子的现况，而且我们每天会做一些安全的宣导。前后28天要挑战步练的环岛，为台中出发，一路向南部行，全程是1035公里。这段期间可能都要经过日北河南对抗高温挑战的极限，更加考验着毅力。这选手除了挑战自我极限，嘛都学习要怎面对恶劣的气候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